大家好，聽晚快活谷又有9場，頭場開跑時間係6:40，即係6:8。頭場同第二場咧都係5班賽事，頭場就係1650米，第二場咧就係1000米。呢兩場咧都係出馬爆棚，咁咧就亂到啦，即係亂過亂世佳人。第一場咧頭場咧係亂過第二場㗎。頭場即係如果我係買真飛貼士嘅話咧，我放棄頭場啦，因為好簡單啫嘛。呢一場匹古惑大師2號Richard 預期佢係6倍古惑大師，點解降班一個降班仲有年紀4歲即係佔晒個優勢㗎啦。而家咧就係14倍喎，你又得一個12檔，咁當係差啲嘅。而家就係14倍。好過分係而家呢個時間係7:06分，7:06分，所以令到你即係成個惡晒言嘅，所以都係呢一場都係唔玩住，聽晚先6:30嘅時間咧，再睇下有冇機可乘邊一匹馬。咁我暫時嚟講呢個時候引起我注意嘅就係焦點咯。5號第一場焦點，呢個唔係貼士嚟㗎，因為我一俾貼士我一俾咧就要買㗎啦，10蚊都要買，因為呢個係誠意費，唔係狗噏。而家焦點12倍啱晒我胃口。另外有一匹風雲1號檔霍宏星。11倍而家，暈即係呢幾匹馬令到人真係好難揀匹馬都可以咩個贏咗出嚟，好合理嘅喎。連順驕陽當然合理啦，係咪啊？仲有最合理嗰個咧，就係龍又生11檔。龍又生點樣合理因為佢係 David 哥哥嘅寶藏嘛，好笑。所以咧第一場係好亂嘅，一定要臨場都唔止要開跑前10分鐘之內再睇清楚個賠率先至搞。第兩場啦，第一場難玩玩第兩場。第二場都唔係容易玩第二場係1000米5班，預期咧有5匹馬都係6倍嘅，匹6倍係有大家記唔記得上次咧第一場又係5班賽事上期開跑前2分鐘。有6匹馬孭飛嘅，最孭飛嗰6匹馬，冇一匹馬係6倍樓下，即係熱過6倍嘅，亦都冇一匹馬，嗰6匹馬啦，亦都冇一匹咧係冷過7倍7倍樓上嘅喎，即係8倍冇嘅，即係6匹馬都係6倍零7倍零咁。最後梗係有少少變動所以咧，我即係呢5匹馬6倍嘅咧，即係我係有少少信心嘅，信心佢哋個賠率。邊6匹邊5匹？呢5匹馬就係第一。虎狼高升，預期佢6倍。而家咧，虎狼高升就係12倍，唔似樣。第二匹獵寶勤
預期佢6倍，哇！佢率2.8啊，梗係啦，配一個一檔啊嘛。咁咧都係唔似樣，太過熱啦，真係嘅。咁樣仲有一 part 納德金預期佢6倍，而家咧就6.7，咦佢啱數喎。好啦，仲有尾嗰2 part 啦，11號、12號啦，銀量豪俠預期佢6倍，而家8.6。咁啊12號謙謙君子預期佢6倍，而家佢5.6。咁唔知聽晚點㗎嗰個賠率，但係咧一睇，大熱門咧應該係列寶勤啊冇得走啦，即係可能，呢個好難講啊，而家啲賠率列寶勤係大熱門啦，配一個一檔咋。咁 Richard 嘅珍飛 tips 想點買咧？好簡單啫，買條鐵角位置 Q 啦，真係噶，單 Q 就真係唔敢買，因為亂啊。咁啊揀咗啲咩馬啦？咁啊梗係揀一啲當時得令㗎啦，10號同11號啊，唔係唔係11號，11號同12號，11號銀量豪俠8.6倍。12號謙君子5.6倍，呢2匹可以講係當時得令啦。咁第3匹邊一匹啦？揀咗11、12號，咁啦，揀一匹冷冷地嘅，又唔係咁冷嘅，天火同得啦。咁好啦，就係揀咗7號、11號、12號，鐵角位置 Q。多謝支持，祝大家好運！